自2026年4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仰的记忆点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到2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约翰福音第20章。礼拜日透早，天还未光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墓地，看到墓口的石已经刷开，伊就走去找西门彼得，搁去找耶稣所疼迄个门徒，甲因讲：有人将主对墓里刷走，我毋知因甲伊囥伫倒位。彼得甲迄个门徒就去墓地，两个人做伙走。迄个门徒比彼得走较紧，先到墓里。伊压落去看墓内，看到幼麻布囥伫遐，不过无入去。西门彼得随时嘛到，入去墓内，伊看到幼麻布囥伫遐，嘛看到包扎耶稣头壳的裙，无甲幼麻布囥做伙，放伫另外囥。先到墓迄个门徒嘛入去，看了就信。因还未了解圣经的话，讲伊一定着对死人中搁活。然后，迄两个门徒转去因兜，玛利亚徛伫墓外得哭，伊哪哭哪压落去看墓内，看到两个穿白衫的天使，一个原来是耶稣的遗体的所在，一个伫头这边，一个伫骹迄边。因问伊讲：妇人人，你哪得哭？伊应讲：有人甲我的主刷开，我毋知因甲伊囥伫倒位。讲煞，玛利亚活转身，看到耶稣徛伫遐，毋过毋知伊是耶稣。耶稣问伊：妇人人，你哪得哭？你咧找什么人？玛利亚想做伊是顾远的，就应讲：头家，你若有甲伊刷走，请甲我讲，你甲伊囥伫倒位，我通去甲伊收转来。耶稣甲伊讲：玛利亚。玛利亚活转身，用希伯来话叫耶稣列波尼，意思就是老师。耶稣甲伊讲：毋通甲我牵地，因为我还未上去爸遐，你着去甲我的兄弟讲，我要上去我的爸，就是恁的爸，我的上帝，嘛是恁的上帝遐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甲门徒报告讲：我已经见到主，佮讲主甲伊讲遮个话。共迄个礼拜日暗时，门徒住宿的所在门拢关闭，因为因惊犹太人会领受。耶稣来徛伫因中央，对因讲：愿恁平安。伊讲了，将双手甲血的互因看，门徒看到主，真欢喜。耶稣搁甲因讲：愿恁平安，亲像爸有找我，我嘛找恁。讲煞，伊对因分开讲：领受圣神。恁赦免什么人的罪，因就得到赦免；恁无赦免什么人的罪，因就无得到赦免。信仰的记忆点。耶稣的搁活是上主奇妙的大作为，也是基督信仰的记忆点。对耶稣基督搁活的坚信，是基督信仰的核心，也是每一位基督徒必须经历的考验。耶稣敢真正有搁活？这毋单单是现代基督徒伫传福音的时
必然会拄到的难题甲挑战，搁较是初代教会信徒上渴求的信仰答案。因为安尼，约翰福音互咱看见7日的头一日，也就是礼拜日的清早，伫耶稣的坟墓前所发生信仰淬炼的故事。首先是热心的抹大拉玛利亚，天还未光就走往耶稣的坟墓，当伊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刷开，就走去甲彼得和耶稣所疼惜的另外一位门徒讲，两个人一听到玛利亚的话，连伊走去墓地看，两人做伙走，迄位门徒走搁较紧，大声到位却停踮墓门外，敢若是压身往内面探看。彼得随后赶到位，直接行入墓穴，确认摩西搁有包耶稣的头巾，分别放踮无共只。这时，停踮墓穴门口的门徒才缀地行入墓穴。然后一件奇妙的事发生，约翰福音强调，伊看了就信。这句话看起来若像简单，却凸显一位信徒的心，对起初的挣扎甲惊吓，到勇敢踏入坟墓，突破境界的转变。这位名无记写出现耶稣所疼惜的门徒，伊的信心热情甲其他门徒形成鲜明对比。抹大拉的玛利亚需要甲高我的耶稣对话，才会当认出主。门徒多马需要亲手触摸耶稣的钉仔痕甲血的边的伤痕，才愿意相信。对比之下，这位门徒干那并空蒙甲包尸布，就相信主耶稣高我的事实。真济初信者也甲伊相亲像对主的高我展现纯粹的信心甲勇气。这若像也在提醒你我，咱跟对耶稣的人，特别是踮教会成长的属灵第2、第3代，内心的挣扎甲勇于突破的转变，是经历耶稣高我的必经之路。这也是每年高活节的时，咱必须不断省思的功课。笔者服侍的教会近年来看重受难周的聚会，毋单单是举行泰德祈祷会和圣餐礼拜，也会举行高活节守夜礼，邀请兄弟姊妹伫礼拜六下晡做伙读经、吟诗。点着蜡条，迎接暗暝的来到。隔日清早，搁做伙迎接高活节的日出，甲清早礼拜。举办这个聚会，是期盼会当帮助兄弟姊妹找到亲像这位门徒同款的感动甲信心，伫信仰历程中往往存在挣扎甲转变。这显示信心并毋是行一步就通到位，但是这搁较显出信仰的美好。因为高我的基督并毋是简单停留伫历史的迄一时刻，伊所带来的光，确实伫每一个时刻拢照耀咱。默想受难周和高活节的聚会。互我印象上深刻的是倒一个部分？受难周和高活节的聚会，互我印象上深刻的是倒一个部分？咱做伙来祈祷，满有慈爱，为罪人牺牲，搁彰显高我荣耀的主耶稣，恳求你洁净我，想使我无畏的单纯信靠你的心，
互我会当勇敢活出信仰的力量，让世间人见证你无比的疼。世世代代长存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